周剑清，你在干嘛呢？我吃螺蛳粉。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半夜不许点奇怪的外卖？我在自己房间吃，碍着你什么事儿了？我闻得到。你狗鼻子吗？你干嘛？还有，一个女孩子跟一个单身男人住在一起，穿这么短的裤子，像什么样子？穿个短裤怎么了呀？而且这是我的房间，管得着吗？总之不许这么穿，又不是什么赏心悦目的画面，拉低整个屋子的格调。顾南征，你是活在清朝吗？上次那个画稿也不知道老师他是愿不愿意要。你师姐我画的这么厉害，怎么可能不愿意？哎，对，我已经向那个月刊投稿了。是你啊？干嘛突然按喇叭？上车。这么近还需要坐车啊？我现在要去超市，需要一个人拎包。她可是女孩子，你竟然让她给你拎包？我和她怎么相处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要不你先回去吧，明天我电话联系你。我先去超市了。哎，最近那小子怎么天天跟你在一块儿？最近活太多了，他是我助理，得一起赶活嘛。那小子现在每次见到我，都一副要瞪死我的样子。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？你想太多了，他瞪你啊，是觉得你在家暴我。我会家暴你？那，你现在这个样子就挺像一个家暴男的。一股斯文变态的范儿。你觉得我很凶吗？还好吧，反正比你极品的甲方我也见过，你呢只能算是中位水平。那亏你每天还能对我喜笑颜开的。那当然了，我可是很专业的乙方，我能随时随地的保持着甲方虐我千百遍，我待甲方如初恋的心态。您作为甲方爸爸，提任何要求都是合理的。甲方，甲方，在你心里我只是个甲方吗？买这么多，你吃得完吗？啊？这是给我买的吗？嘿，谢谢甲方爸爸，甲方爸爸真好。我买我的，跟你无关。莫名其妙。辛苦了。
乙方